现代第一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2章。以色列的囝有路边、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但约瑟、便雅悯、拿弗他利、迦得、阿舍。犹大的囝有尼、俄兰、示拉，这三个是迦南的女子巴苏亚生的。犹大的大囝尼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上主就予伊死。犹大的新妇他玛甲伊生法勒斯甲舍拉，这5个是犹大的囝。法勒斯的囝有希斯伦甲哈莫勒。舍拉有5个囝：心利、以探、希曼、甲国甲大拉。加米的囝阿干摕应该着毁灭的战利品，连累以色列人。以探的囝是阿撒利雅。希斯伦所生的囝有亚拉灭、兰甲加勒。兰生阿米纳达，阿米纳达生拿顺，拿顺做犹大人的领袖。拿顺生撒文，撒文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比德，俄比德生亚西，亚西生大囝以利押，第2囝阿比纳达，第3囝示米亚，第4囝拿坦业，第5囝拿代，第6囝乌先，第7囝大毕。因的姊妹是塞罗亚甲艾比该。塞罗亚有3个囝：阿比斯、约押甲阿撒赫。艾比该生阿玛撒，阿玛撒的老爸是以实玛利人以帖。希斯伦的囝加勒娶阿索巴，嘛叫做亚略的女子做某，生亚瑟、索巴、阿顿。阿索巴死了后，加勒搁娶以法他，生胡尼，胡尼生乌利，乌利生比撒列。后来希斯伦60岁，娶基列的开拓者马结的查某囝做某，生西甲。西甲生埃尼，埃尼伫基地有23个城。后来基述甲阿兰征服合俄德埃尼，以及基达甲附近的庄舍，拢总60个城。这个住民拢是基列的开拓者马结的后代。希斯伦伫加勒以法他死了后，伊的某阿比雅甲伊生阿士赫，就是提哥阿城的开拓者。希斯伦的大囝亚拉灭生大囝兰，搁生布纳、俄连
俄县阿希雅，亚拉灭搁带阿塔拉做某，生俄兰。亚拉灭的大囝兰的囝有马苏、雅敏甲以杰。俄兰的囝有沙麦甲雅代，沙麦的囝有雅达甲阿比术。阿比术带阿比海做某，生阿班甲莫利。雅达的囝有西列甲阿便，西列无囝就死。阿便的囝是以士，以士的囝是士山，士山的囝是阿来。沙麦的小弟雅代的囝有一帖甲约拿单，一帖无囝就死。约拿单的囝有比勒甲撒撒，这个拢是亚拉灭的后代。士山无后生，只有查某囝。士山有一个仆人叫做亚哈，是埃及人。士山将伊的查某囝互仆人亚哈做某，因生一个囝叫做阿泰。阿泰是拿单，拿单生撒伯，撒伯生以弗拉，以弗拉生俄比德，俄比德生亚户，亚户生阿撒利雅，阿撒利雅生希利斯，希利斯生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生西苏麦，西苏麦生沙龙，沙龙生亚加米亚，亚加米亚生以利沙玛。亚拉灭的小弟加勒的大囝叫做米沙，米沙生西弗，西弗生马利沙，马利沙生希伯伦，希伯伦的囝有克拉、塔普阿、利金甲示玛，示玛是拉罕的老爸，约干的阿公，利金生沙麦，沙麦生马云，马云是伯索的老爸。加勒的小弟以法生哈兰、摩萨、加舍，哈兰生加舍。雅代的囝有利根、约坦、基山、比勒、以法甲沙阿弗。加勒另外一个细姨玛加生示别、德哈纳，玛加阁生沙阿弗甲示法。沙阿弗是明马那城的开拓者，示法是莫比那城甲基比亚城的开拓者。加勒的查某囝叫做押撒。下面
遮个嘛是家里个后代。互你个囝有索巴、萨玛、合力。索巴开拓基列耶林城，萨玛开拓比利兴城，合力开拓北加德城。基列耶林城的开拓者索巴生哈罗伊，哈罗伊就是米罗哈地区一半住民的祖先，嘛是住伫基列耶林遐个宗族，以帖人、布特人、苏马人、密莱人的祖先，索拉人甲以实多人是遮个宗族的后代。比利兴城的开拓者萨玛是尼陀法人甲阿他略北约押人的祖先，嘛是伫马拉哈的索里族的祖先。德拉人、示米亚人、苏甲人是抄写文件的人的宗族，因住伫雅比斯城，因拢是基人，是利甲族的祖先，哈末的后代。